屏东县到今年11月底统计，这掠到青豆丁的数量呢，已经超过11万只，这是创下新高的纪录。有关机关长呢，是把这青豆丁掠去到议会来质询，建议县政府呢，会当开放奖励这有掠到青豆丁的农民，才袂甲尸体四价蛋，等到是造成环保的问题。我觉得今天要捕猎它，坦白讲，对它的习性还有它的性别，我感觉这更重要的认知啊。议员洪宗基甲青豆丁直接走到议会质询，互大家惊一跳。因为屏东县青豆丁掠到的数量，对109年的8000多只，到今年已经突破11万只，生态数量惊人。洪宗基希望县府会当思考移除的方式，敢有需要做调整？是否已经有朝着抑制数量的目标在前进？单纯从这个移除的数量来看的话，我们是全国第1名，但是这个第1名并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哈。中央的指导跟支持，那地方怎么样落实哈？这是我们不断的在精进的一个过程。洪宗基讲，伊协助万丹的农民，一暝掠到的基本上就是100-200只起跳。早来议会这几只嘛是昨暝掠的，伊强烈建议甲移除青豆丁的卵，嘛列入去奖励范围，一个收到60-70粒卵，若会使移除，等于是减少100只的青豆丁，可能才有法度降低数量，减少农损。你要挂卵拢毒啦！啊，你今天他去产卵完之后，生了后一出来，互你猎人掠到，你只抓到它的活体呢。可是你有想到伊的卵无？明年又搁60只出来。中央是无规定迄个金额啦，吼，无即个金额的迄个奖励啦，吼。啊，阮会使来建议看是不是讲，如果移除这个蛋的话，它是不是也可以纳入这个奖励的范围啦？议员讲，青豆丁会食红豆、金瓜、番姜啊等农产品造成农损，建议县府纳入天然灾害补助。农业处长表示，中央暂时无考虑把青豆丁列入天然灾害，不过掠青豆丁和移除卵的奖励和补助，县府会继续向中央争取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